今年参加健康促进斗阵行打出国比赛，得到第1名的大公国小，2位参赛选手个性完全无同，透过个人鲜明的特质，运用反差萌的展演，将珍惜健保资源的行为，以接地气的方式融入主题，透过自然又个趣味的表演，宣传健康促进的议题。大光国小很荣幸今年当选为我们那个全民健保的种子学校，所以我们就用大吹购，还有语文竞赛、绘画比赛、桌游闯关等等来推动全民健保的这个议题，让全民健保深植在我们小孩子的心中，那也让孩子在全民健保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。那我们健康促进6大一体归功于我们的那个组长他非常热心的推动，那也带动全校的老师一起投入。那我们也结合社区的医疗资源，像嘉南医院、奇美医院，还有嘉南药理大学，还有我们的药师工会，还有消防局、警察局共同来推动，然后来宣导，并且来办理营队。那我们特别在健康促进的那个健康体位的部分，那学校为了推动，也办理非常多的运动性的社团，像篮球、扯铃、跳绳，还有太极、武术、独轮车等等，那让孩子都热爱运动，而且把那个健康体位都做得非常的到位。这是我们学校在健康促进这边所做的这个努力。台南市教育局表示，随着疫情趋缓，打出国今年恢复实体比赛，今年报名情形更胜以往。参赛学校伫内容创意、道具服装准备、选手口语以及肢体表现拢真优秀，显示出学校的用心。非常感谢各参赛学校教师的辛劳，透过比赛不但会当培养学生唱台表演打色，更会当提升健康智能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